台湾同性婚姻的专法伫咧2019年施行，今年初搁再扩大认定这国际同婚，适用新规定的日本市议员查考情款，进前伫咧台湾含伊的同性经判刘玲君登记结婚，成做日本头一位以同志身份结婚的政治人物。刘玲君表示讲，希望因两个人的故事会当鼓励大家，也希望日本会当参考台湾完成同性婚姻法制化。电身份证后壁配偶栏因同性判立日本爱知县高滨市议员采考情款的名，带日本的学者刘玲君讲，到即嘛也感觉毋是真的。因为同性恋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结婚的，就觉得啦，就是我的家乡没有把我抛弃的。我讲的都是这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台湾同婚法2019年实施了后，今年初搁再扩大承认跨国同婚。恋爱2年外的刘玲君甲采考情款，8月11日伫台北登记結婚，高受到總統蔡英文的賀電祝福，也互采考成為日本頭一個以同志身份結婚的政治人物。思い切って出す勇気を与えられました。勇敢向选民公開介紹劉玲君，本來是卡車司機的采考，今年4月頭一個參選，一路真濟反對聲音，不過雙方扶持努力，采考到尾也順利當選。日本政府也未承認同婚，不過因兩人佇高屏市成功推出同性判例宣誓制度，雖然敢若佇這個城市適用，而且無法律效率，不過劉玲君甲采考希望用因的故事，會當鼓勵真濟同性判例，也當互日本學習台灣。我希望可以告訴日本朋友，台灣同性婚姻成立之後，沒有人變得不幸福，大家都變得更幸福，已經在台灣得到驗證了。4年以來，有人結婚，也有人離婚，但是我們有選擇了。台灣這邊有一些相關的行動，日本這邊也受到一些鼓舞。台灣跟中國的同性伴侶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登記結婚，這個人數其實也不少，而且蠻多的伴侶都已經有家庭有小孩。台灣跨國同婚制度也有需要加強的，親像中國籍嘅民眾無適用，另外包括泰國、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等19個國家人民，需要先通過面談，才當來台灣甲台灣判例結婚，互判例名呼籲政府佇基本人權進前，無應該有差別待遇。記者綜合報道。